继续来看台中市的孔庙增加一项 AR 实景导览的功能，特别来举办着启用的仪式，只要扫描这个 QR code， 就会当亲身体验，更加踏进这个庙寺，了解到孔庙的历史。 合唱团优美的歌声，互台下的民众听甲真入迷。为了要民众更加了解孔庙的历史，台中市孔庙新增加 AR 实景导览功能，要运用现代科技，重新表现孔庙特殊的风貌。但是融入了我们新的科技哈，把这些过去的一些文物哈。 可以让人家就是套在身上，或者是这个有音乐声音哈。孔庙 AR 导览功能启用后，民众会使用手机扫 QR code， 会使深入了解祭孔典故、加儒家乐艺精神等等。传统文化结合新科技，希望讲会使增加民众加孔庙文化互动的体验。关于这个附近景点的360度的一个环绕的一个景点，那有时候来孔庙的时候，大家利用这个触控的方式，那自己互动的方式，就可以了解到这个。 孔庙周遭，大家做伙写毛笔字，因为年要到啊，嘛邀请到书法老师现场表演，加添年节气氛。